老师下午好。所以呢，咱哋咧就即係放棄。咁我咱哋咧對其他啲嘢大家唔係，即係對亲口的珍惜，其实他其实指定责任，到最后亲口面子立亲口愿嘛。所以这个可材料，咱两位去靠到的出去料，咱们咱们到底什么？咱们要有真实交换。当然啦，我是叫人我是亲嘅所在送我们去靠到大众上面去哈，咱。